云林延民国中在2档前方检举讲学校针对服装仪容的规定违法，搁有体罚学生。国教署调查认定讲学校确实有问题，也毋过云林县政府的教育处是认为讲问题无严重，就结案咯。监察院嘛来进行调查哦，后来是认为云林县政府教育处的处理有怠慢，所以提案纠正。 云林县的延民国中一直传出学校违法对学生的穿插为头管到尾，包括头毛、衫、袜啊，甚至查某囡仔内衫穿什么色也来管。监察院23召开记者会，认为云林县教育处伫调查过程真怠慢，提出纠正。 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大概的做法都是直接用韩文哈要求学校做说明而已，文来文去，然后也没有真的直接去做调查跟了解，陈述人就会不满哈，然后就一直在陈述哈，就认为说所以我们才会在调查意见当中认为云林县政府只为针对哈陈述事项。延民国中阁有体罚的状况，伫国教署的要求之下，县政府到延民国中抽访60个学生，发现有一半学生都互人体罚过，但是校方调查认为状况无严重，也无就是讲无完全符合体罚的要件，认定老师无问题。云林县政府也就相信校方单方面的讲法，落尾国教署这摆要求学校再甲老师记新改。 所以又一再的推荐，然后一再的要求他们去厘明。开完5次调查会议之后，6个老师当中有4位明确就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云林县教育处伫这个进前无提出回应，另外监察院也希望教育部会使加强监督各地方政府的教育主管机关。记者郭文丹报道，台北报道。